相信大家咧，如果有 follow 開我哋嘅網頁，你就知道我哋嘅新王牌產品出咗新版，今次咧就改咗名，叫做 Revitalizing Capsule。中文名咧我哋都改咗少少，就叫光彩再生抗藍光脂質精華。佢可以改善乾燥嘅皮膚，減少啲紋，補充你嘅脂質，修復你嘅屏障。夜晚黑你瞓覺前用，有你瞓覺嘅時就可以修補到你嘅皮膚，對抗咗老化嘅問題啦。至於新功能咧，就係抗藍光啦。每日生活咧不停望住手機或者電腦，任何時間都係望住個 mon 嘅，包括臨瞓前或者即刻瞓醒嗰陣時，起碼有7個鐘頭咧係望住啲 mon。如果你咁長期對住咧，其實佢嘅傷害咧同 EVA 同埋 EBE 呢兩種紫外線對皮膚嘅傷害都係一樣嘅。長期暴露喺高強度嘅藍光底下咧，膚色會加深啦，影響咗我哋黑色素嘅細胞，增加你嘅色素沉澱。仲有咩啫？就係形成色斑啦。除咗呢一樣嘢之外，藍光咧佢會直接穿透我哋嘅皮膚去到真皮層，入得好深。佢會促成嗰個自由基生成。自由基咧其實無處不在，再增加多啲，皮膚就會發炎，表面就好脆弱，因為你嗰個屏障受損啦。最後尾咧就會分解我哋嗰啲 collagen， 造成一個光老化。所以呢個藍光咧，我哋都係需要處理。乜嘢人咩年紀咧，其實都要用。每一種肌膚都需要用到紅珠珠嘅，一粒咧就可以解決晒以上我所講嘅問題。今次咧有咩成分咧，我就講解下。第一個最重要嘅成分就係琉璃具有，佢咧有高濃度嘅 Omega 6脂肪酸，係我哋皮膚必須嘅。唔好以為我哋唔需要油，我哋係好需要油。有琉璃具油可以幫我哋消炎、修復我哋嘅皮膚、修復屏障啦。未用過嘅朋友咧，最少都要用7日，你個保護屏障咧先至可以重新建立、消炎啦、鎮靜啦，之後咧個皮膚就冇咁容易敏感同埋泛紅噶啦。第二個咧就係澳洲堅果油，含量好高嘅單元不飽和脂肪酸，可以令到我哋嘅皮膚緊緻啲、有彈性啲，結實咗之後咧，你嘅抵抗力自然就會高啲啦。第三個成分咧叫做淡水藻斜葉藻，佢可以提供類胡蘿蔔素。舊版嘅金珠珠咧就有 B 胡蘿蔔素。類胡蘿蔔素咧就係由藻類嗰個植物嗰度嚟。B 胡蘿蔔素咧，我哋每一日咧大概500 gram 以上嘅蔬菜，我哋先吸收到，做到一個皮膚嘅抗藍光。咁而家呢一個咧，仲一粒就可以填滿晒塊面嘅皮膚，填滿咗之後咧，形成一個抗藍光嘅保護屏障。就算 WiFi 啊、藍光啊嗰啲咧，你日頭咧基本上都唔會俾佢滲到入去你嘅真皮層裏邊。第四個咧就叫做海甘藍籽油，佢含有最高濃度嘅 Omega 9嘅芥酸，配合淡水斜葉藻咧，會產生一個最大嘅作用，抗到藍光，同埋細胞咧就唔會俾呢啲藍光氧化之後變成衰老。咁最後一個咧就係海藻嘅萃取啦，咁我哋叫佢做青春族，聽見個名都會知道後生啲，有好多氨基酸、即係蛋白質啦、抗氧化劑啦，咁即係唔會老啦，仲有維他命、礦物質啦，即係我成日都講啊，微量元素缺少咗咧會甩頭髮。咁呢啲營養加埋一齊之後咧，令到我哋嘅細胞嘅儲水能力提高。我哋皮膚裏邊70% 都係水，所以儲水咧好緊要。用完之後就可以收細我哋嘅毛孔。以上5種加埋之後，係我哋今次新紅珠最強勁嘅成分。講咗咁多咧，我就總結一下今次嘅紅珠咧有乜嘢唔同。首先佢係紅珠加金珠啦，有用過金珠嘅朋友都知道佢嘅功效就係抗藍光，一粒咧就可以做到滋養修復同埋抗藍光，一粒搞掂。第二個好重要嘅技術咧，就係我哋成日都用到嘅納米脂質技術。有聽我講以前抗皺系列咧，就知道其實係將一啲活性成分，即係佢仲 active 嘅納米脂質技術包住呢個成分之後，可以好好保護，直至爬咗落去你嘅皮膚嗰度，去到嗰個特定嘅位置咧，佢先會發揮個功能，將嗰個活性成分嘅功效最大化，亦都可以保存得最好。第三樣嘢咧就係配方嘅提升啦，我哋用咗好多有機嘅成分啦。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優質嘅低過敏植物油，再加埋藻類嘅成分。呢個組合咧係同之前有少少唔同。最尾咧我哋去講解一下呢個膠囊。多人咧以為佢係塑膠，其實佢係 gelatin， 佢係100% 可以生物降解。咁同埋不含防腐劑嘅，大家儲存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啲啦，因為啲天然嘅嘢好容易產生變化，個殼咧可能會有少少變色啊，或者會腍啲啊、實啲啊。如果好乾嘅天，佢就會硬啲嘅；潮濕啲嗰日咧，佢就會腍啲嘅。所以呢個都係好正常。呢粒膠囊咧其實好容易搣開嘅，搽咗落去皮膚嗰度咧，佢滲透咧非常之快，又唔會黐粒粒，聞落去咧仲有淡淡嘅香味添嘅。特別推介俾啲敏感皮膚使用，佢可以消炎、鎮靜、降紅、治療呢個敏感性嘅肌膚嘅。
做呢個產品上市之前，我哋喺歐洲咧係有做臨床測試，因為法例嘅規定，92% 嘅人試過之後即刻都覺得好絲滑，用咗28日之後咧，細紋係減少咗37%，彈性就提升咗29%。乾燥嘅膚質咧，早晚我建議都要用一粒。我自己就係油性嘅皮膚，每個禮拜可以用2次，就去平衡到個水油。特別提一提，佢係好適合曬傷咗個皮膚，裏邊咧嗰啲維他命 A 缺失咗咧，佢可以平衡翻。最理想咧就要配合我哋藍珠珠啦，或者透明質酸，我哋嘅3寶啦，同埋光彩再生系列嘅其他產品。成日都有朋友問龍珠啊、藍珠啊、透明質酸精華啊，到底點次序去用啊？佢哋都係精華嚟，一定喺面霜之前用。3粒你可以溝埋一次個搽灑落去都得嘅。點解可以咁呢？因為我哋嘅成分咧係親膚性，係冇分先後次序，幾時搽落去咧都係可以滲入我哋嘅皮膚裏邊嘅。喺面霜之前搽，至於邊一隻先後咧就冇所謂啦。